些了，但是呢，好起来还是这样的。我读些个是哪能说，广告还是这里讲到的呀，这里讲到五万，刚才的还是这了，还是是到了还跟年上了还呢，还熬了是吧？年都可以了嘛，好还啊，就老那么样，就那个老些是呀，刚才的好的天了，还可这的呢，好个还是这样，这老些可以不要？都这样子，这天就高了，就老些这，在一级的工这天啊，你看啊。是的呗。